強啦嚇，咁佢又短短我諗由兩個月之內啦，由9蚊升咗上去27蚊，咁理論上就好似好鬼貴啊，因為正常嚟講，大家聯想嘅心入邊嘅諗法啊，應該係唔會有可能係超過15蚊以上嘅。因為聯想係咁多年喺我哋嘅心目中，佢都係值15蚊以上以內就即刻回翻落去。咁15蚊係好緊嘅關口，咁但係佢升咗一輪之後，今次拉回都係20蚊附近有支撐。咁呢個走勢係非常之強啊！呢個第一個啦，第二個佢嗰個走勢上邊有機會形成一個叫做 power play 或者叫標漲旗形啦。咁呢個旗形一旦出現咗咧，一般彈咧會好快。咁呢個我都會留意。第三就係、佢升咗咁多上嚟，個估值都仲係好平。呢一種咁平嘅估值，我自己係覺得真係 surprise 下，因為你冇叫 AI 股能夠個 PE 去到可能只係得20以下啦，咁但係個高快係5、6成。